愛鄰舍如同愛自己，那係耶穌喺馬太福音22章36至40節所展述嘅第二大誡命。對於嗰啲跟隨耶穌嘅人，我哋必須以渴望世人得救嘅愛嚟到愛呢個世界。呢一份愛可以以不同嘅方式去表達。嗰啲同我哋比較親近嘅人，我哋可以喺佢哋患病嘅時候探望佢哋，喺佢哋有需要嘅時候幫助佢哋，喺佢哋有困擾嘅時候聆聽佢哋嘅心聲，或者邀請佢哋嚟到自己屋企。懷愛倫講到一個能夠促進人與人之間嘅聯繫方法，佢係咁寫嘅：我們若在救靈工作上投資越多，我們的心就與他們越靠近。呢個係咩意思呢？你諗下，你為救靈所要做嘅投資，同我哋所試圖拯救嘅人，如果冇情感上嘅連結，咁樣係咪得嘅呢？每當我哋幫助人同埋歸還11同埋奉獻嘅時候，我哋都係為上帝嘅緣故而做緊投資。我哋嘅奉獻讓我哋嘅心更貼近耶穌為之代死嘅人。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